哇，谢谢我们2位艺术家的精彩表演。1984年，王文娟老师和上海越剧院的许杰、孟丽英等老师，根据女画家潘玉良的生平事迹，创作了越剧广播剧《艺术魂》。剧中女主角潘玉良年轻时为摆脱封建礼教束缚，立志去法国学习油画，忍痛和爱人分离。出国30年，她克服艰难困苦，终于在油画界立下了一个里程碑，成为人人皆知的中国女画家。由于战争和救赎，她始终不能回到上海故地。直到1952年，周恩来总理派人从法国大使馆递送亲笔信，邀请她回国贡献艺术。可是此时的她已经病危，她的爱人也已去世。今天给大家表演的这段唱，就是当她接到周总理的信后，对送信的朋友说的心里话。潘玉良由海外越剧联盟成员、加州越剧艺术中心社长周琴扮演。退休大学教师和企业家周琴，58岁时拜师越剧王派创始人王文娟老师学习越剧表演。对于传承越剧文化，周琴老师说：“职业可以退休，传承中华文化艺术永不退休。”现在，让我们欣赏周琴老师演绎的《艺术魂之生前未能回中华》。掌声有请。